这个我讲的修，这个大概咋全部指定那个没得，我讲开全部我的开全部修就是指定吧，体检呗，和鸟着门休息用这个样吧，但没得上面哪了，我看得吃不热，热的人呢，就对起来上不去。但可我西部这边开全部指定呗，哈下让这个吃场呢，如果可以鸟着苏格的上不去，闲了，我从呢公科屯主是那个的。是吧？根据搞不起来，他团大中央线的公共屯主，光不这个呢，这个样的的，公共屯主人多呢，对不对的？以呢，公共屯主用个团大的呀，少的当我们的生意说这个啥情况？公共屯主用团大的呀，和这个些、汉巴些、毛病车这样情况吧？我觉得各个都的，以呢，我有团大的汉巴些、这个些呢，我毛病车个的，哎，你没真的표기를上呢，钱呢，要不多啊？还是这个的，这个呢，或者大是不是不起？